动词来做事。哇，我真嘅喊你冻僵啊，很舒服。胸都塞的时间。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丘。哎，今日落了天风啊吼，一定啊会好好的看一下，你厉害容的吼。不用那么暗讲啊，热了热讲啊，哎，东西啊吼，漏东西来去看看，哦，漏失送去看一下，是安妮的早餐，特别的想念的早餐，哇！那等一下安妮有兴啊，哎，突你去啊，你塞时间啦吼。最喜欢吃的一家早餐店哦，那一家面店呐，真跟东有名，突你医生，好啊，好不？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回到这个地方呢，感觉就回到小时候，每天的早餐呐，最期待就是来这个地方，行尸送料梯口嘛。有时候会老妈妈叫他来买菜，阿婆叫他来买菜，买完菜，吃了人家会生。刚才我还传了这个照片跟讯息给我弟弟，对，我弟弟哇多想来啊！小时候我们就从那边吃到大，而且刚刚我们沿路从那个大城路走下来，很多回忆，变化很大。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当然要好好来吃一下，吃他的面，所有的回忆了。来，拌一下哈，拌一下。这个油面哇！我们要吃一下，这已经有40多年了。我们看吃了，看是不是还是小时候的味道。清后客家这油葱，你看看，这种油面一定要沾上这个油葱，然后一定要有韭菜跟豆芽。哇！吃看看。哦，系嘛？有姜肉嘛？好食，懂好食。我们那个油葱，那个猪油的香味，那种油葱猪的香气，米西某边呐。中华面是，好吃。接下来哇，来最爱的，猪血汤，一定要加很多胡椒粉。它刚引就胡椒粉就是加不要钱的，对，一定要。我看基本配备，这个猪血，这个酸菜，用白，好好吃。等一下，我觉得以前小拜给爸爸给妈妈做的时间，味道比较重，对，现在比较清淡，对，味道没有那么咸，没有刚饮是它寒，它现在可能因为现代人饮食关系没有吃那么咸，所以这个汤头没有像以前那么咸。对，这倒是真的。可是它的猪血一样，跟酸菜跟感觉是一模一样。人家给拿了，清后生，而且它猪血一点都没变。我跟你讲，巴基就一定要加乌醋，哇，来上一口，来，先搅一搅。它这个哇，弄得像贡丸一样。然后巴基嘛，清后生。汤头真的是小时候的味道，对不对？可是就是味道它比较淡一点。对，现在的人亮眼模式暗含，亮眼模式暗含，但它里面的譬如说这些木耳啊，它的这些抹边，清后生，哇，太棒了！它的小菜不能放过，尤其是它猪头肉，你客家吉种，最主要是上面它这个，还有这个筋的部分。对，我来吃一个沾吉种。阿美哦哟，哇，小时候的味道都回来了，真的，真的很好吃。再配一点姜丝，姜丝啊，真给后生。还有刚才我们从大城路一路走下来，对，回忆好多涌上心头。哪些回忆？就初恋，第一个男朋友，没有，我最爱的一家店，到现在屹立不摇，在永来香。永来香，而且它厉害的是什么？跟夜来香不一样。不一样，它在西门町也有一家。真紧哦，真紧，很厉害。清后生，他家内容我一定要去买。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家中午的时候，个12时间，一定会去吃的。
那一家店呢，那某店面，对，某店面，但是它就是各种菜色都有，饭啊、面啊、猪脚啊、对对对公肉啊，什么马卡都有。啊，Annie 妈妈某时间周吹时间，某时间周翻，去咖啡吃饭，然后赊账，对，然后后来老板娘不让我们去吃了，这个啊，你妈妈都没了肤浅，对，都没有去咯，省了半年的钱，回忆满满，哇，真的是，小时候的味道都回来了。对，回到家乡就是要找寻这个味道，可能人事物有些东西你忘了，但是味道你永远忘不掉，对，尤其是好吃的食物，赶快吃一吃，吃的差不多了，我们就要去买食材，然后做回忆妈妈的做的菜，对，好不好？好，那多吃一点，OK，好棒。大概店也有快50年了，40几年。67年开始到现在，67年，40年。40年。哦，你以前生意就已经好到一个翻掉，现在生意还是很好。就顾客啊，老顾客。哇，时间岁月如梭啊。老板其实没什么变，然后我一看那样子就认得出来。然后而且女儿长得很像妈妈。但那个摊位大概买了5栋房子吧。老板笑而不答，因为以前这一摊就已经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这个算是台北那种最厉害的面店了，类似那种林东方啊什么那种厉害的店。你考慮到你肉絲餸可以做乜雞？買菜。買菜嘛？可以買雞，可以做菜。你可以做兩種菜。兩種菜。那全部係小時間，媽媽煮俾你，Annie 來食咧。什麼？媽媽的味道。媽媽的味道。對。要想一下我們要買的東西，對不對？對。我有沒有買蔥，對不對？薑。嫩薑。對。還有一點辣椒。哎，這裡有一攤，很大攤。對。你寬寬好不好？哎，你好。這個蔥怎麼賣？蔥1斤160。1斤160哈。那如果只買兩根呢？可以啊，你要多少都可以。真的嗎？這樣就可以。你稱一下看多少錢這個？這樣20塊就好。哇，你看它時間，客家人就好爽。有老薑嗎？有老薑。哦，老薑。來這裡老薑。這裡嗎？哎，對。老薑怎麼賣？老薑這樣。哦，這樣就可以了。還有辣椒。辣椒，我不要太多了。這樣夠了，這樣夠。好。還有什麼？我看。差不多了吧？差不多，對，差不多這些。對。要蒜苗嗎？哦，蒜苗，我要來一點，對，蒜苗。這個嗎？蒜苗，這是蒜苗，我覺得加點蒜苗好不好？蠻香的。50塊就好了。50塊？哇塞！哇，是因為我們來買有特價嗎？是。哇，大家多多關照一下。好。找他買就對了，好不好？那我問你哈，田康勇。好。這邊有沒有賣海鮮的？海鮮。來杯。都底波黑啊？那一家。底波肚黑啊？前面有看到海鮮的。好。生猛魚安置誰？謝謝。田康勇生猛魚。生猛魚。大家吃哈。啊？哇哎，他剛剛也是台風啊！哎呦，不是案頭啦，不是案頭啦！哎呦，不行啦，找我們的案頭啦！哇，謝謝哈。哎，哇，謝謝。哎，泰哥，老闆娘謝謝你哦。根本冇穿 Annie 的錢，你看到冇？不會你按到橘子。對呀。太子公要不有賣魚呢？哦，你看到懂得哦，哎，太子以後哎，看起來懂新鮮，新鮮最重要。好，在這裡，這個是中卷還是大卷還是小卷還是套 Q？中卷的一種，它算大隻。哇，很大哎。這是套 Q。哦，有小卷。小卷就是這個。我覺得那時候記得媽媽好像是這個，對不對？是那個嗎？是這個吧？媽媽炒的時候會加芹菜。對，那就這個，對不對？但是我用薑絲炒辣椒炒蔥花。哎，做的。我記得是這個哎。你的記憶力比較好。我記憶力比較好。按周的。按周的。哎，周的。怎麼賣？一斤280。
谢谢。沈梦怡。哎，刚才让我跟我一下，刚才买这个，老板送我这样，我现在买这个2磅。我没有菜可以送你啊，可能年港一条，你要调咖很拍摄哦，调咖，那你送我喝仙草总可以吧？好，那没有问题。周了嘛，来，对，来到市场啊，就感觉好像来到家一样，就大家都很热情。这个是饮料哦，饮料，好，砍拜哦，这个算调咖，是我的，调咖要几多钱？哎，我们酸甜咖你还问多少钱？我跟你讲，这边就是热情啊！调咖用什么药？安住谁哦？调咖。哦，祝你生意兴隆。大家来这里买海鲜哦。小时候的味道，对，小时候对他的感情呢没那么深厚，因为小时候来都是要做工，因为妈妈在这里摆摊，对不对？是在卖舶来品的，因为早期呢，我妈妈呢在杨梅卖舶来品卖的非常有名，然后妈妈呢有时候会带着我们去基隆。去补货，然后把那些拿来的货呢，到这个市场租了一个摊位。那时候要帮妈妈一起来在这个摊位呢，一起做生意，对，帮忙顾，算是很早期就吃过那些舶来品，尤其是日本的糖果，对，日本糖果印象很深刻。那我妈妈也很不错，每次我们在没帮忙看摊或干嘛，她就会拿一些糖果给我们吃，就开心了。哎呀，所以就觉得，哎呀，这个地方。看到这些摊贩，就想到以前自己也在这里摆摊。对，所以我觉得很棒，就是妈妈从小就培养我们自食其力。对。哇，买猪肉，调缸用以后，亮海姐姐，你好，第二轮买猪肉，后腿肉买1斤，买1斤收，哎呀，对，哎。要做什么的？我要做那个，你应该那个瓜子肉丝葱，哎，你帮我搅哈。对呀。哦，140，好，谢谢你哦。不会啦，谢谢。沈梦怡啦，把这个我们要买的一些菜呢、食材呢，全部都买好嘞，哎，你啊还有时间呐？係啊，旺旺嘅。好啊，這叫無將來嘅啊。義非東南地，你下東叫無將來用埋咧。錯。好嘛，呀，來，你行誒。姐姐看到一個好像是親戚朋友開的店。對。Hello， 阿姨，哈哈哈。哎呀，來，我阿姨。我們三阿姨。我們今天來這裡錄節目，來肉絲粽。今天是你顧店了？今天我顧店了。哇，太棒了！我跟你講，這要講一下這個故事。以前商阿姨呢，她在住中壢，我們要看電影啊或幹嘛吃飯的時候，我們都去找商阿姨。他就會拿錢給我們，然後我們就帶他的小朋友一起去吃飯，一起去看電影。對，所以我以前我們的商阿姨對我們真的很好。我們那時候呢，她賣很多那個體育用品，還有文具。我們要什麼文具，我們要什麼體育用品，拿棒球手套啊什麼的，我們都去找我們商阿姨拿。那時候真的最開心。商阿姨對我們來講，其實她算是一個財神爺。對。小時候只要開學啊，需要那些文具用品，我們就去找商阿姨。真的，來，我們要幫阿姨開示一下，什麼最貴的？有什麼最貴的？最貴的，買起來。衣服哈。帆布，來，看看你們。這你有沒有？送你啦。對，好來。有錢。幾多錢？來。3200塊。哦，不便宜哦。3200塊是不是？我買菜也才花了200塊。我第一次小東第一次到我們本店呢，小 case 啊。小 case。來，把錢給阿姨，希望她生意興隆。謝謝。阿姨，所以先幫她那個今天先開張一下，好不好？那她生意興隆。來，你幫我拿一下這個，我要跟阿姨自拍一下。好，謝謝。稍等，好，阿姨，這個祝你生意興隆啊，好不好？有機會再來看你哦。好 ，OK，好，謝謝，我們再繼續錄影了哈。OK，拜拜，阿姨拜。祖傳的老菜脯雞，肉推布雞，我們用40年到50年的老菜脯，然後燉這個放山土雞燉5個小時。哦，哎，寶你，哎，你這個真的是可以報米其林。重點是那個肉脆布的甜，
是自然的甘甜，对，然后加上这个给牛的给油的，那整个散发出来，在你口齿留香。动吃来做事。看到了后梯缝啊，我想到这时间，你不卡，嘿，旁边有个稻田，对，你们控窑，对，烤地瓜，嘿，番薯，这时间是把它堆叠起来，然后重点是要把它这样压下去，然后我们会去踩那个土，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对，焖一下，然后把它打开来，没错，你是吃个番薯。那种味道真的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的味道，对不对？而且那时候番薯呢，还会去偷挖人家的。哎，有没有啊？要缝啊，青苔，上动啊，下过一束歌曲是下你用的古乡的歌。哦，热天嘅风，你会唱冇？当然会啊！热天嘅风吹过，带着爱嘅忧伤。蓝色、白色嘅天空，最自在嘅地方。哦，有上到吼。有。你喊我讲，都市谣咧吼。嘿，一听。来土耳其，你地方，最后说咧客家菜。真嘅。嘿。好啊。好嘛。来去。来。哦，那梯棚真给你懂江哎，哎呀，有一个书童在这里扫地。东哥，你好，清洁工啊，各位帅哥，麻烦叫一下那个老板出来一下，我们有事情相求啊。不好意思，我就是。哦，跳家黑啊，哦，跳家。还有空空与宋天师，我看他上过电视，他就是拿那个客家菜肉菜布啊，肉菜布一比啊，哎呀，哦有印象，谢谢钟哥，哇，本人真的比较矮，可以介绍一下，你看到了第一个亮堂号。江夏堂是我们黄姓的堂号，江夏堂就是姓黄，对。比如说颍川堂呢，就是姓陈、姓钟、姓赖，都3个姓。对，我客家天师团啦，还有主持客家人有名堂，而且他们这两边这个对联是很重要的哦。对，江水长流家事远，夏阳普照国恩多。它上面2个字江夏，对，所以是江夏堂，都是有理由的。比如说阿中固啊，主持客家人有名堂啊，是真的没有白主持，真的。可以介绍一下你这个肉味要瓷桶几多年哎？我们这个房子是100年左右，100年，对，4代了，从阿昼开始。哇，对，西推呢？就是100年古迹了，嗯，而且我看你维持得很好哎，对，这一砖一瓦都维持得非常好，听说花了不少钱来维修，对不对？是啊，花很多钱。哇，真劲哦，古时候有好心，真劲，有孝心，他把这个，因为我们客家人有名堂，那时候主持很多这个祠堂，很多这种这个三合院，其实很多都有点荒废掉了，很少看。像你维持的这么漂亮、这么好的，对，谢谢。而且甚至说你还有这个身兼数职，是，在旁边还有咖啡厅，对，我们自己有烘焙咖啡，自己有烘豆厂，哇，对，真的哦，真的是很用心，对不对？对。古时候你们要吃完饭，你可以放松心情，可以到旁边喝一杯咖啡，真的很棒。基本上有准备了客家菜吗？有。我们特色的菜非常多，品尝一下。对，听说食堂就在那边。对，你过去好不好？来，各位你来吃好料来。哦，有皮头凉米汤吗？很香哦，肚氏窑喽，整个肚子就饿了起来啊！来，首先这一道菜 ，Tony 介绍一下，这道菜是什么？这一道是。8方牛锅，那是用牛腩跟牛筋跟白菜，然后也是炖了很久的一个时间。你看看，对，你来，这给你1块，好不好？莫按用啦，2块，差不多啦。这个看起来不大像客家菜，对，有点像是外省菜。但一般那个这种炖牛腩煲是有点像牛肉面的底哦，但我们这个是用红烧，但是不会咸。口味不重，味道好香，味道又香哦，很香。
你吃一口，你咬下去，你的牛肉挑的特别好，咬下去有那个牛奶的香气。哦，还有这个，哦，好吃。这白菜你要吃，入到你口中立刻化掉，真的。这白菜的味道真的是把它整个那个酱白菜好吃都入到里面去。客家最有名係乜嘅？空肉。空肉。这个是祖传的卤肉了，是我妈妈其实从以前阿婆那边的时候跟她偷学的。哦。对，然后把它发扬光大这样。很厉害哦。哎，你看一下，哇，多端的感觉。你一定要连这个皮一起吃，一定要吃，对，皮一起吃是不是？对，粉油粉亮，哦，层次分明。我的天啊！你咬下去，那个油花瞬间在你口中化掉了。最主要是它那个皮，该皮呀你咬下去，Q 的，那个弹性，对，感觉胶原蛋白在你口中在弹跳，是，结果你一咬下去，首先，那个脂肪在你口中化掉，油脂，接下来该皮在你口中弹跳弹牙，最后再咬到那个瘦肉，有点嚼劲，但又不会柴，整个化在口中100分啊！谢谢，都是分100分啊！要真给后生。这个不管是那个阿当人啊，或者是其他人来吃到，全部都会说给他一个大拇指。沙伦这一道菜是什么？这一道菜是客家风菜，客家风菜是一块冬瓜，一块高丽菜，然后用鸡的油去焖煮，焖到它软烂。哎，这个要花很长的时间来焖煮，对不对？哦，这很特别这道菜。这是客家老菜，外面的店没有很多人做这个，因为这个没看过。要懂得时间呐，冇时间唔拉花哦，是做了后抽唔到钱呐，哎，清甜，这个70岁的来吃都可以，因为它入到口中就化掉了，但是很软，那个甜味在，这个菜的甜味它存在，还有这个瓜，我更期待这个冬瓜，对，你吃看看。我们客家人吃很多冬瓜，我好像喝冬瓜汁一样，它咬下去整个化掉，好甜，而且这道菜很清爽哦，这个真的好吃。那后哥，每一道菜都好好吃哦，全部都懂后生，真甜，对，杀好了哦，要给同，要么该给同。这个是八方焖鸭，这一道是鸭，是鸭，是用那个麻油跟全鸭去炖煮5个小时，5个小时，帮我们分一下好不好？好，哇，你看它是轻轻一化就已经化掉了，哇，就骨头，你看那个鸭的那个颜色，厉害了，这个看起来就是厉害。哎呦，看到是胸会射了麻油好香，今天我们的菜都不要做了啦，我们吃就好，我们负责吃就好了啦，都蛮好吃啦，谢谢。这一道是我们八方园的经典菜，而且那麻油跟香气很香，这个鸭肉炖煮5个小时，加上这个麻油汁，加上旁边一些菇类，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山药，更增加它的味道香气。对，喝一点这个麻油汤试试。林宽宽，我跟你讲，喝了我都想怀孕。麻油鸭，八方焖鸭，这个东西呢，说对了，射亮，这个暖暖的一锅上来，整个身体都暖起来。对，哇！而且这一锅吃起来不会燥，完全不会，因为我们一开始加了一点米酒去提味。而且我看你会用这个砂锅，我就知道是你有在讲究。谢谢。真点厉害，今天就这些了吗？还有有比这还要厉害的吗？有，我不相信。那不相信，拿个东西把它端上来。好，上菜喽！哎呀，一锅还有比一锅锅还厉害。那一锅那个麻油鸭肉已经 top 了，你确定要再把这一锅端上来？是，这个更厉害，这一锅更厉害。是，这我们是祖传的老菜补鸡，肉脆不给。我们用40年到50年的老菜补，然后炖这个放山土鸡炖5个小时。你看一下，这个是最老的，你看上面有结晶，那几多年呢？这超过50了。
50年的哦，跟我一样大，那吹布，哇，亮了，差不多40年。亮他黑上，他先生，这比较年轻一点。胡寿，你让他用40-50年的肉吹布来炖煮的，对，我想这个又称哈达宁的黑金，对，黑金，这个我跟你讲，要超过50年的老菜谱啊，就跟我这个艺人是一样的，很难得，很难，可以保存50年菜谱。很厉害耶！所以说这个你要吃到这么多年的老菜谱的话，你没有找到通灵的话是吃不到。重点是你看它这个汤要同的颜色，无色的这种黑色的，你以为它加了什么一些中药材吗？是只有它的颜色是纯粹就是老菜谱炖出来，它的颜色，它的黑色颜色，然后整个渲染到这整个汤里面。是哦，你看有贴边吗？有。这一锅我跟你讲。除了八方园的话，剩不够哎，尤其生2年的肉吹布啊，真嘅，那有八多汤锅，你有食过嘛？冇食过，根本英语来了，外景有穿到嘛？有穿到，带回去。看到冇看过啊？你看到的吹布黑，红色的呀？这买唔到，买唔到哈？那懂贵你啊？哎呀，像这样子大概这个价钱就不菲，而且你重点是中店黑你买唔到。真的，1斤要上万。那你妈唔可以做？你看到没有？再讲一次，1斤要上万。这一锅我先打包回去。哇，对对，来了，一定要先喝这个汤，要同，然后肉吹布为同哦，一定会比这里的先来淋哈。来，对对，50年的肉吹布炖煮的给同。哇，我这样闻就是很香，很香，对不对？很清甜。哦，哎 ，Tony。嘿，你这个真的是可以报米其林，这一锅真的吗？还共真给呢，真的。你喝下去，该给予那个油脂在你口中是慢慢的晕染开来，然后中间是那个肉吹布的甜，是自然的甘甜，对，然后加上这个给牛给予的那整个散发出来，在你口齿留香，撒下来，碎下来给牛，土鸡黑嘛。对，土鸡肉，而且要炖煮5个小时哎。那就台北的有食东有名的鸡汤，它里面有加了很多什么，弄起来是它就是乳白色的，很多胶质。对。还有加了一些猪脚干嘛还东西，那一家很有名。但买料哈，我吃了料会哈嘎里面米头第1名。谢谢钟哥。后生，这个汤不得了。有阿嬷的味道，有阿婆，这个要用到阿婆，很多味道共真甜呢。我们台北啦，其他地方啊，生豆不单单吃了美食，然后又想起了一些妈妈做菜的一些记忆场景。哎，给不麻烦一下，那个厨房真的借我一下嘛。好，今天我跟我姐姐呢有买了一些菜，对，那就是。这时间妈妈会注本安妮生呢，让我们印象都很深刻。今天我想办法把它呈现出来。我看到你这个三合院暗浆，那今天我们2个，我们就在三合院来做菜，真的感受一下。那你有没有什么需求呢？我就需求它的肉吹布，不爱好嘛，加入我的菜里面，好不好？那个老菜布这样当这样就加分了，就几万块了。对，你很懂得凹它。对。我做菜呢会比较 rough 一点，就是严格来讲就是比较没有一个程序侧切哈。好，我不要，精髓在这里。盐巴，因为风比较大一点。太没有，可以哦。好声还能唔好声？到底好声冇？男生。动吃来做事。你下來到你阿天房啊，可以來煮菜啊。係啊，
助量助身助身。你要煮的跟我要煮的都是要想起妈妈的味道。以前妈妈在家经常会做的一些菜，妈妈上天堂了。古时候你自己来做，想办法做的跟妈妈的味道是一样的，来怀念妈妈，怀念妈妈。哦，那你今麦做黑马个东西？这个就是老菜脯丸子。清简单，董建丹，然后清后生。因为俺妈妈头拜啊，是因为是在卖舶来品，对，东磨汗。古时候呢，董都有时你啊，CS 的蒸都不卡，它已经蒸好了在那边，我们只要把饭打开来，就可以吃了。这家是做的食的，来，今麦来做一下。你基本来到嘿，清厚的菜脯，要肉菜脯啊，要感谢 Tony 哈。那我们就把它多切一点，然后各种味道的老菜脯跟新菜脯都给它混在一起。对，以前都会带便当，记得吗？记得啦。都会带便当时间呢，是做的，其实会前一天其实说安不就是做好嘞。对呀。我要菜脯，哎呦。真紧空口清后生。人家董舅冇做菜的哈。董舅。因为现在我姐姐啊身兼数职啊。对呀，他不单单呢有在这个东区呢卖银饰，对，然后现在呢还是我的经纪人。你中来经纪人去东演呢？哦，温医生演的嘞。温医生演的哈，听说在东区赚了2栋房子哈。把它放进来哈。哦，放进来，不要故意转移话题哦。啊，这做经纪人啊也很称职啦，很认真啊。安妮，我们再把这个猪肉、这个绞肉，今天早上安妮去买耶，不用落去，不用落去，董建丹呐，简单又好吃。做这个经纪人，基本上呢，算是一个很称职的经纪人呐，是吗？很称职，对，很多通告呢都是经由我这边，我再 pass 给他，对，因为我毕竟在这个圈子也20几年了，可是每次人家说，请到这呢。用暗用，奇怪呢。人家要找我做活动啊，做代言啊，请不到这业配啊，好不容易找到这了，就听到有声音，打麻将的声音，也不错。另类的经纪人，对，这样就把它融合在一起。对，然后我们就来简单的调味哈，一点盐巴加下去。这个重点就是胡椒粉。胡椒粉，对，我觉得还有那个酱油，我印象中很深刻，那个蒸出来的时候，那个很下饭，对不对？因为我们带便当，现在小朋友今后做的有营养午餐，对 ，animal， 然后以前这个带便当，因为现代的人俩年啊吃东西啊比较讲求养生，对，头拜妈妈煮的啊都懂喊，很咸。我每次跟妈妈讲说，妈，不用按喊。她说小钟啊，你在那边菜放着，待会吃就好了。我说为什么？为什么？他说时间可以冲淡一切。所以我的冷笑话经验是来自于妈妈啦。对，妈妈。我说我妈妈哈，真的高矮懂多东西哦。真的，然后再加一点麻油，提升它的香味。就想起以前这个妈妈有时候做菜的时候哈，就讲求一个快很准。妈妈。头拜是因为是做舶来品的，磨汗嘛。对。哎呀，古时候给做东西都懂讲。你看看，就这么简单。然后我们准备一个盘子。这个捏丸子的部分还是让你天数。哦，来。我们就是大小要多大？随便，你开心就好。我妈妈就是一个，我跟你讲，随性，因为就是要看到不工整，才感觉到是纯手工的。对。如果都是机器打出来的那个丸子，没有温度。对。你看，我们是大小不一，对不对？冲嘛！坤友是他讲呀。按 C 啊！妈妈头发冇按 C 啦。差不多了，按开就蛮深了。真呀？真紧呐！你有按 C 哦。按油是差不多了。balance 一下。维持姐姐的原创。以前印象很深刻，妈妈是就做料做这丸子，然后呢再煎一个荷包蛋。对不对？对。然后再一根香肠。没错，听到这个很深刻。有时候香肠跟这2个丸子的位置摆不对，看起来都怪怪的。很怀念呐，真的很怀念。它清简单，透色的，而且我觉得你这个调味跟老妈妈差不多。蒸后时间再加一点酱油是多的嘞。
哎呀，是按键单，然后再放到里面蒸，直接蒸了。对，直接蒸。OK。啊，按钮。哎，按钮4周的嘞。那现在我来切一点葱花，好吗？好。妈妈米透嘛，好好吃，真嘅哦，真嘅，我配饭，好吃，你吃看看，可以吧？真嘅，好吃，这可以卖钱呢。你想，我这一道菜能够引起猫咪都有兴趣，就知道多好吃。对，这个花，我觉得不错，对他的爱从来没有减少过。对，那即使他走了，人走了才知道他留下了些什么东西。对。他你看留下这些回忆，我觉得是一辈子带不走的，永远在我们心里面。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动吃，来做声。俩崩来嘞，来做的是小卷，然后它有一点糖醋溜的感觉。对。这一道菜，你在全世界吃不到，只有我妈妈独创的，真的是世界独一无二，妈妈自创。可不可以？你来做，稍微给它改良一下。好，那我们首先呢，这最新鲜的小卷，你老给穿烫一下，好不好？来，1个、2个、3个、4、6，在穿烫的同时呢，我们要来备料，新香料，好不好？首先呢，下岗人一定好诶，恭喜啊，懂葱都是在恭喜啊。我做菜呢会比较 rough 一点。就是严格来讲，就是比较没有一个程序，没有一个章法，很可能会切到手之类的，好不好？还小心一点哦。没有，这样容易切到手。那怎么切？按钮，歪嘛。哦，侧切哈。好。我不要。我跟你讲，我就是不会让你恐龙是唔很矮的，是冇冲矮的啊。冲胎的啦。你唔会咯？细一点嘛，是啊，按周的按就姜啊，懂冇？哎呀，姜，看到？哦，杀好了，老姜吗？哎呀，一点，比较香啦，比较香哈。好，辣椒很重要。大家唔好學啊哈！唔該，冇嗎？冇事情啊？講切得清吼，切了哈。姜，哎呦，按姜，姜少過了一點，姜少係啊。好，辣沙好了呀。葱，你看現代好男人吼。快，去棍嘛，可以哈。棍類啦。你看，先看看有没有熟了。有，要懂熟。来，中了位，重点，重头戏来咯。油，我们油不要用太多，对，这样就好了，就是一个 feeling。做菜我跟你讲，就是要靠感觉，跟着感觉走。这我们稍微让滚一下，让油热，油热一下，好不好？对。接下来呢？我们要爆炒这些东西，对，我觉得要有点绿色会不会比较好看一点？你觉得嘞？对呀，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要切一点？我觉得没有一点绿的话，感觉不漂亮哈。某姜啦。哎呀，我跟你讲，真正的男人做菜是这样。对。哎，你不要笑哦。好，我赞。不要笑哦。赞。等一下做出来你会吓一跳哦。这个呢，有没有麻油啊？有啊，有哈。来，把它爆香，加一点麻油，那个香气会很不错。香油啦。会不会做菜你就看他这样啊？
真的会做菜就，我一定要把这个姜先把它把那个味道爆出来。对，有没有闻到香味了？有闻到麻油很香。麻油很香。对。我决定还要再加一点什么东西，你知道吗？什么？我跟你讲，再加一点油，对，再加一点。差不多。我觉得要再加一点点水。海鲜汤。海鲜汤。对。哦。好，接下来呢，沙拉蕊呢？我做嘛该？我弄一点这个酱油。你有没有闻到香味了？有，现在有闻到香味了。你那个海鲜汤真的太正点了。接下来这个调味就很重要，因为妈妈就是这个地方精髓在这里。盐巴，点味风比较大一点。哦，会太没有，可以哦。好，最主要是糖跟白醋，糖跟白醋是造就这一道菜的一个。其实我这全部料东西啊，你有满意？只是为了一个爆香，它其实是不能吃的，不能吃，能吃的就是这个，对，小卷，对，观众看到没有？我就是要这个浓浓的汤汁给它出来，我其他的东西只是一个幌子，要让它这个味道。接下来重要喽，小卷上，一定要头拜哦，哎你啊哦，妈妈哦，哎你不看汉某钱，我们是用那个醋精。头拜妈妈就叫我去前面那个杂货店买那个醋精的啊。阿丁，因为他讲求养生，哎，你是吃乌醋。哦，会不会太？不会，可以。那就不用白醋了。最后我们要加上糖。哦，一匙就够。好。然后呢，等一下呢，我这个颜色呢就会直接上色，上到我们这个小卷里面上。哦，你闻看看，对，很醋啊，有没有很醋 ？OK 啦，我要尝一下这个酱汁调的怎么样？你试试看。好食啊，你唔好食，到底好什麼？啱一定挺男生。唔係，慢，你看，我就说他盐巴放太多就含嘞，我要再加点糖，我要糖把它盖过去。你那会吓死人啊！先尝味道，很浓葱溜，不要太死咸就好。因为我把咸的味道，刚才有点死咸。好了吗？哦，可以了吗？好。哎，可以了，不错呢。我是要给它上色。要给它焖久才会入味，否则怕不入味。我接下来又给它稍微焖煮一下。我们稍微静待2-3分钟，我们就可以作品完成了。对不对？对啊，上到了真甜吼。可以有清后色咯。清后色咯。挨可以好好色。某一天哦，挨了妈后色咯，等下来说看看。哦。这时间你有记得吗？有吗？你懂好吃虾子。爱的。有一次。你妈懂好啊。有一次那个妈妈某菜，然后你煮该泡面，放了6个虾子。你我们家有3姐弟，一人打6支，然后我一去呢，先吃了2只，对，然后回去再装第2碗的时候，我看怎么还有1只虾在那个地方，对，我就把它吃了。那想不到是因为你舍不得吃那一只虾，对我舍不得，因为我要吃第2碗的时候，我才要去再夹那一只虾，那结果被我吃掉，对，那这是懂 can 的话，提供离家出走，凤青胎啊。就是为了虾子要离家出走，这个印象真的哦，我真的去准备我的小行李箱，对，要离家出走，对，印象真的很深刻，就是为了一只虾子，没有，真的是一个很虾的故事。好，来看一下的，哇，颜色都上去了，你有没有看到？今后我觉得可以再焖一下，再焖一下，好，等一下成品呈现给大家。
杀好了，我来试看看。先来生一粒丸子，用肉吹布后，还有这个绞肉，你妈来试看看。一天的啊，自家做的啊。你先试，你自家做，你先试看看，有妈妈的米头吗？好好吃。真的哦。真的，我配饭。好吃。你吃看看。可以吧？真的。好吃。这可以卖钱呢。尤其配上这个老菜脯，比我们平常吃的味道更好。它老菜脯非常非常的香。沙下来，小卷，董俊忠，可以有青酱啦。青酱，哎呀，水润民用嘛，你看，猫咪都上来落水嘞，你看哦。你闻到香味，喵，喵。你要说嘞啊？哎，就比做那米头哎。哎呀。你妈送我吃，你妈你要对我顶啊！东顶一响，我这一道菜能够引起猫咪都有兴趣，就知道多好吃。对，这个花，我觉得不错，好吃，重含一点点，不过真的好吃，有把那个味道。做出来，可惜是真的太咸了一点。如果不要那么咸的话，还可以。然后再酸一点的话，就是完全妈妈的味道。好吃。我觉得今天这2道菜都很成功，虽然是个简单的2道菜，但是我觉得就是对妈妈的一个想念，对妈妈的一个怀念，算是满满的。满满的回忆，对，然后对他的爱从来没有减少过，对，那即使他走了，人走了才知道他留下了些什么东西，对，他你看留下这些回忆，我觉得是一辈子带不走的，永远在我们心里面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很感谢这个节目，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对，呈现这2个料理，然后对怀念妈妈，想起妈妈，想到妈妈该时节的画面我一直跳出来，会跳出来，而且根本有董粉玉，又转去该肉丝葱，转去该咸丝葱，肉丝葱又拄到阿日，阿日个看到佢现在很开心，开了一个店，今后，然后最重要是转来融梅要提缝，人情味好浓，你去该丝葱，咸丝葱、肉丝葱，全部的人啊都热情，买东西啊，你要。喝什么仙草不你喝？送你，你要送你，你要什么东西便宜买便宜，要干呢，你拿一升，吃头拜街早餐，老板还特别在那个地方，真的，都已经换第2代了，可是他今天还是出现，我们一看到他，我看到他其实蛮感动的，对，已经也是第2代了啦，对，最后都要提防，八方园100年的古迹，对，这都暗后的客家菜，然后在旁边。放松哇，整个心情非常的棒，就是很 chill，很放松。然后最主要是这2个味道，是让我们幸福的天赋的米西。那谢谢这个在谢谢小钟哥，琼哈来杨梅走了一个怀念之旅，好，那这暗后的菜，你有满意，继续来试下，好不好？真嘅，來，有妈妈的米粥啊！热天嘅风吹过，带走我嘅忧愁。蓝色、白色嘅天空，最自在嘅地方。河山河水嘅地方，梦中嘅天堂。离开都市嘅心情，都还顺其变轻松。路过水嘅暗雾头，微风刺人吹。你嘅头那么随风散，爱嘅心老你。